反正反贼这帽子也甩不掉了，就不甩了。我就大喊一声“反贼在此”，那官兵破门而入，我就告诉他们说，她是我婆娘。你小点声，让你感受一下被追杀的滋味。你敢？有什么不敢的？你小点声。反正都要浪迹天涯了，有个婆娘在身边，多好啊！行。这是凤瑶给我做的面，她手艺不错。这是我的面，我看过了，有2人份。我没打算分给你。我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见外。不成，再这么着就要被他吃光了，我也得赶快。你嚷什么？我笑你吃的比我还香。你肯定在心里骂我吃相难看。那这是你自己说的啊？狗嘴吐不出象牙。哦。把他拖出去。是。冯山长，哎，今日出现2名刺客，一名逃去无踪，一名死无对证。方才赵氏家主说，那文先生是他京都一友人推荐而来，我已派人去荆州城查问。而那第2院的学生张湘南，是你收纳进来的学生，你有何话可说？回大人，张湘南是刚刚入学不到半年的学生，身份我们也查核过，他父亲是从荆州城告老还乡的3品，右武卫大将军张贺，应该没有可疑之处。无可疑之处。按庆州女学规定，不得接纳中途入学之人。你确定没有私收好处？大人，民妇只收了他100两金庭，
只是中饱私囊吗？民妇只是拿了他家钱财，其他的东西真的不知道。启禀郎君，那张湘南的父亲已经招认。原来张湘南本姓孙，是早前女学突然远嫁的那位先生孙景云的亲妹妹。他们孙父是前御史中丞，卞称因弹劾侯爷，以致被侯爷构陷获罪，被判全族流放。正德，哎呀，不要打呀！求求你了，求求你了，别打了，别打了！你快起来，我们走，我们走。少废话，快走。这位爷买了你们。二位侄女儿，你们受苦了。张叔叔，后来姐妹二人被其生父同僚，也就是那告老还乡的张贺暗暗救出，并收为义女抚养。后来孙景云入此青州女学当先生，无意间得知侯爷要前来女学寻找太后手书的消息，遂生复仇之念。张贺替其妹买通山长入学，孙景云串通养父及妹妹二人，制定复仇计划，潜伏于学馆之内，伺机刺杀侯爷。但愿这次能替爹报仇成功。姐姐，万事小心。你也是。凤氏，你可听见？你犯了同谋之罪，按罪当诛。哎呀，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饶命啊！大人，我可以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，只要你从实招来，我便可从轻发落。大人，你想知道什么？民妇如实招来。那孙景云既一心想刺杀侯爷为父报仇，那为何又在早前突然远嫁他方呢？孙景云早前发现民妇受贿的一些证据，扬言要告发民妇，便质问民妇招纳第一院学生的缘由。民妇只好告诉他，侯爷要驾临青州女学。谁知他听到后，打消了告发民妇的念想，还提出要跟我合作。他说已找到了太后当年留下的墨宝真迹，要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侯爷。其实我当时真的不知道他心存歹念的。继续说。我曾经3番4次要求他让我保管太后那些墨宝，但都被他拒绝了。从那以后，他的行为就古古怪怪，经常一个人躲在房间内，甚至在午夜时分，在他房中还会传出敲打金石的声音。后来民妇很是好奇，有一日趁他讲书授课时，偷偷潜入他房中。哎呀，我终于发现太后的墨宝，以及一些镌刻的工具。谁知孙景云突然回来，我便质问他是否还藏有其他的宝物。我们二人拉扯间，便把太后的真迹撕烂了。民妇当时是又生气又恐慌，随手捡起一物，便将他打晕了。由于
民妇家族败落，一心想透过献宝来重振门楣。当时我心想，他一定藏有其他宝物，便将他囚禁，逼他说出宝物的藏处，并伪装他留下书信，说要远嫁他方。所以呢，孙景云尚在你的宅中。无论我怎么折磨他，他至今都不肯说出宝物的下落。现在他生死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此话何解？大人如你所见，近日女学怪事连生。那时候，民妇误以为白凤瑶姐妹已找到太后的宝物，所以民妇将白凤瑶掳走，想用她威胁她妹妹，说出宝物的下落。谁知她妹妹伙同文先生、沈先生前来救人，我追问他们宝物的下落，但没有结果。加上侯爷已临庆州，民妇担心东窗事发，便启动机关，将他们3个和孙景云囚禁在一起，并注水想将他们全部溺死。现下他们3个都没事，藏于女学。至于孙景云，我真的不知道。看来那文先生跟白凤瑶姐妹关系匪浅。冯氏啊，可还有事隐瞒于我？没了，我所有的事情都告诉大人了，我真的没有了。罢了，既你已从实招来，那我便查询真相之后再行发落。来人，将冯氏带下去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大人，郎君，要不要告诉长史那边？我们吴家为侯爷效力，长史是侯爷的心腹，理当禀明一声。站住！你去看好白凤瑶姐妹，尤其那个莫喜，不要惊动他们。但若有任何人从他们身边拿走一针一线，都不要放过。是。别打了，好汉别打了。好汉，我啥时候得罪过你啊？小生真的不记得了。今后少去捏花惹草，少滋扰人家清白娘子，否则别！我还会来找你的。肯定是白氏姐妹指使的，什么沾花惹草嘛！我分明是真心爱慕啊！罢了！哼，活给你们受穷，家里守着宝物都不知道，到时候我把你们家宝物偷过来，我就飞黄腾达，我光宗耀祖，到时候让你们求着我娶你们。他毕竟是山长的胞弟，眼下不宜打草惊蛇，只需监视着他就行了。不过听这语气，这东西应该在白家姐妹那里，而他们全然不知。走之前，将孙景云留下的东西交出来。什么东西啊？交出来！希望铁矿图能顺利找回，这样我还能做主，饶过你们一命。哎，夜深了，睡吧。娘就是故意啊！我是被追杀的叛党，你想让我冲出重重包围啊？画本上的大英雄或者大反贼，不都这样吗？我不是大反贼啊！你小点声说话。大英雄嘛，称不上，所以我只能在你这儿屈就了。你放心，就容我几日，几日之后他们有所松懈，我就走。你不怕我告发你吗？你告我，你告发，只能说明你我有所勾结。表面上他们给你钱，接下来，那是凤瑶的床。她虽然人不在这儿，但
但是你要是动了分毫，他会发现的。哎，那是我的床，你要干嘛？你是想让我一个受伤之人睡地上？男子汉大丈夫，睡地上怎么了？那地上寒不利于我伤口修复。你往日行军打仗的时候也这么穷讲究吗？那当年，稻草堆、马厩全睡过。既然这样，那你现在怎么这么矫情？当时有敌人没床啊，我只能忍。现在有床没敌人，我忍什么？行，那你睡我的床，别碰饭后的东西。逗你玩呢，这是你们姐妹闺房，我绝不唐突。啊，舒服。你不是说睡地上吗？不是你刚才让我睡你的床的吗？我看你很真心，我只能顺从啊。哎呀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滚蛋？哎呀，近朱者赤，近我者混蛋。你说话越来越随我了，粗鲁。你不是大将军吗？怎么单枪匹马的？你的那些手下呢？这活凶险，又有泄密的风险，只能我来。那既然如此凶险，为何非要争夺那铁矿图？它有什么用？因为有了铁矿图，就能找到矿藏啊，就能把大量的精兵利器造出来。原来如此。哎，我猛然发现，你是个扫把星啊！你说什么？我跟你在一起，那永远没有好事儿。上次在荆州城，我想清君侧，结果被吴为叛贼。哎，哼，还清君侧，别给自己脸上贴金了。我看你就是进京造反，要不然龙湘军那帮人怎么追着你打，还打得你屁滚尿流的？我懒得跟你解释。龙湘军是很强，但是他人才匮乏。那万家贵确实还不错，可惜啊，死在了关中。他把你赶出荆州城，你恨他吗？有什么好恨的？两军交战，刀枪无眼。不过我也没想到，他能拿到这个火器的密图，攻入荆州城。我现在绝对不能让矿藏图落入奸人之手。等待时机，向圣上道明实情。侯爷有命，把今日行刺的女刺客挂在城楼上，曝尸3日。是。想不到侯爷是如此残暴之人。大人，吴银郎君求见。怎么，闯下如此大祸，竟然还敢来见我？让他进来。是。见过张氏大人。不知侯爷现下如何？你潜入庆州女学这么久了，竟然还没有查到铁矿地图，还让侯爷陷入今日的危局。难道你们吴家一贯都是徒有其名却不堪大用吗？我们吴家一向为侯爷马首是瞻，不敢怠慢。只是此番女学情况复杂，意外横生。但不论是刺客，还是铁矿地图的下落，我们都会尽快查明，请您放心。
你们几个贼人，竟然毁我大事！既然阻挡我重振冯氏，我便要你们陪我一起死！冯山长，怎么会是你啊？这么晚了，为什么还不睡啊？哎，人老了就没什么睡头了。山长深夜到此是？哦，我想看看几位先生。哎呦，灯都灭了，那我改天再来吧。别杀我！冯山长死了。这灯烛都熄了，看来这白家姐妹已经睡着了。那就好好守着，郎君有令，不得有任何疏漏。有血腥味。怎么是冯山长？血还没干，应该是刚刚被刺。快去禀告郎君。你们跟我进去看看。这冯岩不是侯爷的人吗？湘南也死了，还有谁要杀他？难道还有其他人在找那铁矿地图？青州铁矿事关机密，我也是通过他们的书信才得知，应该没有那么多人知道。这样，你在这儿待着别动，我去看看。你去哪儿？哎，你去哪儿？哼，那是最好。郎君，女婿出事了。侯爷这边就劳您费心了，卑职还有要事在身，先行告退。你去把自己的事情做好，去吧。哼，一群酒囊饭袋。什么事？有您的信。就此事。姐姐，听到什么声音没有？我姐姐，我头好晕啊，我也有点晕。不行，危险！
周婆婆，怎么是你啊？有话好说。要想白凤瑶活命，你只需交出一个东西。又是那个什么铁矿图是吗？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我根本不知道那东西在哪儿。哼哼，孙景云一个小把戏，弄得我们所有人都人仰马翻。你还记得你初来乍到时，我送给你的那个小圆锅吗？记得。那便是铁矿地图。原来是这样。恶邪，凤瑶，可不是我打的，你自己撞到的。原来就是在我用铜锅打冯明的时候，他无意中看到了锅底的图案与文字，顿悟了，那就是铁矿地图。锅啊锅，平时拿你煮汤炖肉，没想到你是价值连城的宝贝，是我有眼不识吉祥物。锅拿来了，快放了凤瑶。这孙景云也真是该死，竟然将太后的铁矿地图刻在这口锅上，他是存心让所有人都找不着啊！给我！也许他是希望这世上少些争斗跟厮杀，可这毕竟是钟太后的重要遗物，现在交给他的亲生儿子也是理所应当。你认识钟太后？我们家以狩猎为生，在深山里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。可谁想到，一场突如其来的疫病，我们全村人都死光了。我当时也染了疫病，奄奄一息，可幸好被登山踏青的太后发现。出来走走果然是没错的，郊外的空气都很新鲜。快停车！这果然不一般啊！婆婆，婆婆，还好，还有气。还是得找石公来勘验下。婆婆，您醒了。你为什么要救我？上天有好生之德，您很幸运。我的丈夫、儿子都被瘟疫害死了，我即使活下来，也无处可去。婆婆，这里是庆州女学，正好缺一个料理事务的，我将您介绍给山长，好不好？他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将我救下，不但治好了我的病，他还帮我在血馆里谋了这份差事。如今太后虽不在人世了，但他的这份恩情我必须要报。给我，把锅给我！
就为了替太后拿回这东西，你就做出了这么多事吗？原本老身什么也不知道，只可惜撞见了冯家的小兔崽子。哎呀，这个臭小娘皮，叫野男人打我，我告我阿姐去，我让你们姐妹俩不得好死。风鸣啊，你这干嘛呢？那个谁，你来，你手轻点啊。这是怎么弄的？白凤瑶那个死丫头，她找野男人打我，我不但要告诉我家姐，我还要把她的宝锅给偷过来。什么？我告诉你啊，他家有一口宝锅，那底下刻着字，还有图，定是姐姐要找到钟太后宝物，他们不知道，才用它来熬药煮汤。不许告诉别人哦，不然我跟你没完。这么好的宝物，你该拿去献给侯爷，他定会重赏你的。哎呀，你当我傻呀？还献个侯爷？我吃饱了撑的我。那可是钟太后的东西啊！你唬我呀？那钟太后算个什么呀？当年先帝就不待见她，在燕云之乱的时候自己出奔了，还把她落下，把她一个人放在乱境之中流浪，10几年都过去了，还不知道在哪儿变成孤魂野鬼了。她就命好，生了个儿子当了皇帝，不然她哪有太后这个名分？你让他鬼魂来找我呀？你看看我怕不怕他？本郎君谁都不怕，用他卖个大价钱再说。冯明原来是你杀的。冯嫣虽然为人虚伪恶毒，但他毕竟还懂得事理。可他这个弟弟骄纵惯了，竟然敢在老身面前如此辱骂钟太后，实在是罪无可赦。给我，快给我！连点礼数都不懂。别动！刀在凤瑶脖子上。陈安德，不能让他跑了！铁矿图就刻在那口锅上。闪开，不然我杀了他！怎么都没想到，铁矿图在你手上。这是属于钟太后的，要给侯爷，谁也不能抢走。是钟太后对他有恩，所以他要把铁矿图献给侯爷。开个价吧。哼，你们这些人只知道钱，真是不可救药。你逃不掉的，把锅交出来。逃？老身又何须逃？你通知了长史？没错，长史是侯爷的心腹，而侯爷是钟太后唯一的亲弟弟，所以东西要交给长史大人，就等于交给了侯爷和圣上。老糊涂啊！侯爷是个奸臣。周伯伯，有话好说，先放了凤瑶。你们都不是好人，老身不信你们的鬼话。再废话，我就真的杀了他。铁矿地图在什么地方？快走！
陈文德的名字，万一告诉侯爷，我们就死定了。莫喜，你这是干什么去啊？来不及跟你解释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赶紧走。快！出发！恭送侯爷。侯爷走了，那就说明吴一没把陈文德的事告诉他。莫喜，什么？莫喜，莫姐姐，莫姐姐，你们这是要走？哦，不走啊，我们有些脏衣服要洗。天下太平了，往哪儿走？不走就好，跟我来，去你们房间。这里正好。莫姐姐，这是要干什么？我要把景云的诗题在上面。君如幽兰香深谷，我似清风伴流云。知己情坚如同斧，烈火犹烹才见金。孙先生留下这首诗给他的妹妹香南，是为了留下铁矿的重要线索，而如今铜锅已经被抢，她们姐妹为何还要提这首诗啊？这是我答应他的事，一定要做到。我懂，就像我跟莫喜，只要承诺过的事情，我们彼此都能做到。无影，有事吗？沈先生，你们这样的感情真好。难道你没有朋友吗？有啊，我就是他好朋友，是不是？怎么样，口水好点没？说。拿着吧。你来找我啊？我要回荆州了。哦，原来如此。你别说，你穿女装还挺好看的。毕竟是女学，男装未免过于招摇了。之前你杀人放火的时候，可没见你说招摇。非常时期，不得已罢了。知道你是吴家的人，我真是怒从心头起。白家跟吴家的恩怨你是知道的吧？有所耳闻。谢谢你。你谢我什么？谢谢你没有把我认识陈文德的事告诉侯爷，否则啊，我估计我会跟那个孙香南一样，
被挂在城头曝13日。挂在城楼上那尸体，不是孙湘南，只是一具无人认识的弃尸罢了。可以啊你！其实跟你认识久了，发现你跟吴朗那个奸臣还是完全不同的嘛。可能因为你只是他远房族侄的关系吧。我不是他的族侄，我是他的私生子。我与那陈文德各为其主，你还是不要再与他为伍。他那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，谁会跟他为伍啊？哦，对了，我还有一个白鹏坤的消息要告诉你。傅瑶天天给我念叨他呢，他怎么样了？他离开荆州之后，去了秀州。又是你啊！我太饿了！你给我站住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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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臭饼！混蛋！臭东西是吧？这臭！臭东西！臭饼！拿过来！给我！如果我哥哥有口汤喝，也不至于死。凤瑶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你别太难过了。虽然我一直恨哥哥，自私绝情，弃我们于困境中不顾，但我现在一想他已不在人世，我心里还是有些难受。我明白，我现在也已经不恨他了。你先吃点饭。莫西，我不饿，我想一个人静静。行，那我出去走走。
听说我们庆州新来了一位镇守将军。对啊，不光如此啊，我还听闻这位将军不仅年轻有为，战功卓著，而且呀，貌似潘安，玉树临风，仪表堂堂。竟有这样好？我一身雪，而你却笑有春风一碰，惹得那桃花开得汹涌。当我一入眼，而你却笑提着灯一愣，我们筑起了那彼此的瞳孔。没事吧？西苦酒也变得甜，若真情流入人间，陪你疯癫，与两人共痴狂。看不惯又何妨，愿化作一碗汤，能冰变你还活着。携手踏遍万里浪，余生里不许你孤芳自赏。愿化作那里是热的，是热的。轰动陌生岁月上，余生无恙。我不是在做梦吧？你没在做梦，我还活着。他们都说你死了，你知不知道我有多难过？彼此的瞳孔，我是灵犀苦酒也变得甜。若真情流入人间，陪你疯癫，与两人共痴狂。看不惯又何妨，愿化作一碗汤，能冰变的白霜。携手踏遍万里浪，余生里不许你孤芳自赏。化作一缕伤，好不了让人难忘。轰动陌生岁月香，余生无恙。将军，你先出去等我吧。莫西，我有紧急军务要先走，我们明日再会。
莫喜，不是让你在房间休养吗？怎么又跑到外面去了？没事儿，我这都皮外伤，马上就好了。我去做饭。你等会儿，脚又是怎么了？哦，刚刚在街上崴了一下，没事儿没事儿。你坐下，我看看。这么一大块淤青，你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啊？风瑶，对不住，万家贵的事，我暂时不能跟你说。疼啊？不疼，就是看着严重。其实没什么事儿，歇几天就好了。真是的。行了，你好好歇着吧。今天我去做饭。哎，不用，你上课一天都累了，我去做吧。行了，你就好好在这儿坐着。脚都伤了，我怕你做菜再把手也弄伤了。等着哈。对了，女学那边怎么样了？血管这一次真是损失惨重，藏书阁那边进了刺客，到处都是血迹，连我们注射楼都未能幸免。整个1楼到处都是焦灰，林林总总的修缮加重建需要一大笔钱，但血管现在已经是内里虚空，捉襟见肘了。铁矿图已经被拿走了，想必侯爷不会再来此地替皇帝尽孝了。再加上冯嫣贩卖名额、作假代考的事情传出去了，血管的名声也是坏了，想必他们也不会出钱。你和莫姐姐想要修缮血管，怕是难上加难了。我也知事情如此，没什么好抱怨的。但是我一想到莫姐姐现在搬到了山长进士，那里到处都是冯嫣的遗物，我怕她恨屋及乌，看到之后会更加的生气难过。我们还是得加紧修缮好注射，让她赶紧搬过来。嗯。莫喜，吃饭了。你怎么不问我，为何不依照先前之约，同你一块离开庆州？你一心扑在女学，就知道圈不住，为何要问？原先确实是想走的，但如今血管千疮百孔，百废待举，莫姐姐自己一个人也是独木难支，学生们都人心惶惶，我这个时候抛开他们，实在是有些于心不忍。你呀，就是心太善了，什么事儿都要操心。也不尽然啊，毕竟我们线下真的是无处可去。原先是因为女血管在冯嫣的辖下，我们不得不走。但现如今，虽然说血管的费用拮据，又无人撑腰，但总算是不像原先那样乌烟瘴气，也没有人算计我们了。所以虽然束修微薄，但总算是个正经差事。莫喜，我们留在这好不好？线下谁逼我离开这庆州，我都不会走的。这是怎么了？原先不是你决意要走的吗？原先是原先，现在是现在。你们读书人不也说吗？此一时彼一时。此话怎讲？线下血管都太平了，在这待着挺好的。嗯，快吃吧。嗯。
怎么回事？他难道忘了约定之事？去。去。莫西娘子，是你们将军派你来接我的吧？娘子果然料事如神，我们上车吧。嗯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很快，等我一下啊。太旧了，跟抹布一样。这件也不行，灰扑扑的。这是什么？莫喜，你怎么把衣服翻得到处都是啊？这衣服是哪儿来的？这是我亲手做的，本来想给你个惊喜，谁知道全都被你翻出来了。那既然拿出来了，你赶紧穿上看看合不合身。嗯。真好看，喜欢吗？嗯。本来是想当做生辰礼物送予你的，谁知你今天怎么突然把它翻出来了？城里来了个老熟人，想要打扮得齐整些去见他。看来是遇到老朋友了，也挺好的。在这青州城里面，我们举目无亲，你整天又闷在房间里洗衣做饭，真是难熬。多去见些朋友，交些志同道合的人也挺好的。所谓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你要去见的，该不会是一个俊美的少年郎吧？你别胡说，倒是你，没有什么纨绔子弟来纠缠你吧？你莫要胡言，没有就好。那我先出去了，如果我遇到什么才貌仙郎，肯定好好帮你留意。莫喜，你真是鬼精鬼精的，嘴皮子半点不饶人。见面第一句我该说什么呢？是许久不见，还是你怎么没死？呸！说什么呢？多不吉利呀！莫喜娘子，我们到了。慢点，小心。谁的相思太浓，把夜弹成了风。你怎么了？你跑哪儿去了？既然没死，为什么不早些回来？将军，偶然心动，连着心痛，长夜要灯火照明。我举起杯，献爱为祭。这还是我们那个清高冷峻的万将军吗？你放我下来，以后叫人看见了多不好。放我下来！大人，这是快去拿药箱。是。你干嘛？先去备饭吧。是。
别动。这脚踝肿得厉害，是昨日摔着了吗？没事儿，我不小心扭到了一下，不用这么大惊小怪的。为何这般不痛心？疼吗？不疼，我不怕疼的，你忘了？你这是伤到筋了，要是再逞强，可能会变成残疾。可能会有点疼，你咬一下这个。你干嘛？我要把你的淤血放出来。这会有点疼，我要挤出来。我知道很疼，你忍着点儿。马上就好。好了。应该可以了。下来走走看。果然好多了，你从哪儿学来的？从一位深山里的游医那儿学的。那你消失这么久，就是去学医了？一言难尽，先用饭吧。用饭之时再慢慢说给你听。嗯。没想到，咱们竟然熬过来了。庆州女学名声在外，只要剔除流弊，毕竟还是一股清流，所以赵氏家族的人才愿意拨款修缮。虽然不甚充盈，但还是能助我们度过眼下的难关的。就这样一步一步，庆州女学定能恢复往日的盛况。只是束修不如往日了，估计会有一些先生受不了辛苦而离去吧。但我眼下最担心的，却是另外一桩。另外一桩？还有比咱们遇到的事情更麻烦的事吗？此次血管之乱，皆是因为那张铁矿图。现在铁矿图不但被文先生抢走了，还弄得整个庆州人尽皆知。恐怕庆州不会太平吧？你的意思是，这张铁矿图可不是拿来赏玩的，上面标有铁矿的位置，只要有铁矿，便能铸造兵器。现在庆州乃是兵家必争之地，我怕庆州会因此多灾多难。不过，也不必过于忧虑吧。听说朝廷给咱们庆州派来一位新的镇守将军，此将军不仅年轻有为，足智多谋，还英勇善战。听说还是光复荆州城的功臣呢。朝廷竟有如此龙象之才？不光如此，传说中这位将军
还长得十分英俊，玉树临风。不知姓甚名谁？好像是叫万家贵。来。你多久没饱餐过了？倒也不是吃不饱，就是我跟凤瑶手里实在没什么钱，吃的东西没有油水，伙食太差，我吃菜叶子吃的面色发青。你慢点吃，都是你的，没人跟你抢。你现在可以说说，到底是怎么回事了吧？你怎么还活着的？当真是一言难尽。当日我奉命带兵前往漠北易手，途经关中州时，遭遇了土匪伏击。快躲起来！火军伤亡惨重，眼看突围无望，将士们纷纷留下遗书，御殿决一死战。我不忍全军覆灭，只身将敌人引开。你们都留在原地，战！大人有命，务必把姓万的这小子给杀了！那后来呢？是谁救了你？我醒来发现是一位游医救了我。他对医术很有研究，将我全身上下敷上药后，伤口开始慢慢愈合。那你为何不通知关中州府，或是经过的其他官兵啊？我也是归心似箭。可当时伤口尚未痊愈，囊中用纱布帮我包成个布袋一般，挂在马背上，四处游荡，不能写字，不能作声。
后来慢慢好些，我跟郎中来到了敦西，遇上了百年难遇的大雪，封了山，待冰雪消融，已是春日了。我便这样过了半年。那些土匪不会无缘无故袭击我们，我怀疑他们是受人指使的，但时隔已久，也无从查究了。如今你死而复生，朝廷也该恢复你的官职跟名分了吧？他们将我的牌位从英烈祠里撤了出来，楚将军也亲自来为我接风，对我宽慰有加。但此役毕竟是全军覆没，公务算是办砸了。所以你来庆州是为了将功补过？来此布防，的确是为了将功补过。朝廷来庆州布防是要打仗吗？有这个可能。跟谁打？金国有几个刺史，对朝廷手属两端，他们彼此之间又合纵连横的。而且据说庆州地下有铁矿，他们垂涎已久，岂有不动心的道理？只是不知谁会先动手，也许是萧不语，又或者是那个秀州刺史胡简，也有可能是那个名声鹊起的陈文德。那你驻扎在庆州岂不是很危险？为武将者，令行禁止，则乃天职。况且朝廷的军队不止我这一支，我不过是来打头阵的。我听说你们姐妹被迫离开荆州城，来了庆州，是因为吴相爷。别提了，就因为凤瑶不愿意嫁给吴相那个痴呆儿，吴家把白家逼得家破人亡。我跟凤瑶在荆州城衣食无着，这才来了庆州女学，靠凤瑶教书混口饭吃。你们可真会选，混口饭吃，便来了这风云暗涌的庆州。那你这次在庆州驻扎多久？少则1、2年吧。所以我父母在此备了座宅子。你若愿意，每日都可以过来一起用饭。我算你哪个牌面上的人啊？要是每日过来，岂不是引得别人议论纷纷？我们之前有个约定，等我回来后。那是我说的，但你头也不回地往漠北去了。现在又旧事重提，莫非是你改变心意了？我经历关中之役，侥幸生还。我深感人生无常，需倍加珍惜。当为不为，会更加后悔。所以我想问你，那时的诺言还算数吗？你可知，你死后结下亲事？什么？万家贵他竟然没死，还来到庆州履职。如今他也来庆州，会是这么巧吗？他可否是为我而来呢？不，怎么可能呢？万家郎君与我不过是一面之缘，即使是那一面，还是他来退婚的。我本以为那时我二人已经缘尽，没想到他却将我定为他的未亡人，在遗书中言之凿凿钟情于我，可见他心里还是有我的。但若真是如此，他为何不及早来告知我他尚在人间？他这般迟迟不来，到底是何用意呢？莫喜，你做什么去了？怎么现在才回来？莫喜，你怎么了？你吃酒啦？我没吃酒，就是吃的有点撑了。先睡吧，有事明天再说。
我该不该把万家柜来了庆州一事告诉莫喜？算了，我自己的事何须多一个人为我牵挂呢？你可知你死后结下妻室，你现在已经是有妻室的人了。真是荒唐！我带兵御府为救众将士脱困，苦思突围之间，哪有闲暇写什么遗书？我更不可能让白凤瑶为我的未亡人。你可知其中内情？这件事是我找人做的伪证。那所谓的定情信物，我给你的那块玉佩，其实是凤瑶的。那玉佩，只有上了白家家谱的人才有。他们骗我成亲，可那象征身份的玉佩，他们却从未想过给我。是凤瑶看不下去，才把她的那块给了我。所以你这一切都是为了凤瑶娘子。凤瑶对我是掏心掏肺的好，我怎么可以眼睁睁地看着她嫁给吴相那个痴呆儿呢？所以你便将我的婚事当作人情送给了她。你把我当作什么？你自以为聪明绝顶，能将所有人玩弄于股掌之上吗？我没有。如果你还活着，我就算去死，就算被万人唾骂，我也不会把你让给任何人。可我当时以为你已经死了，你就这么撒手人寰，把我一个人留在白宅。我没有别的办法救凤瑶，所以我只能让她得到你遗孀的诰命跟名分，吴相才不能逼迫她。我看到她冠了你的姓氏，我心里很是嫉妒。但我从来没有想过把你让给他，只要你还有一口气在。你小声些，别让人听到。我就大声怎么了？这事我现在后悔了。死人的名分跟财宝，我都可以给凤瑶，但你现在是个大活人，我绝对不让。万家贵，你个混账！莫喜，你还没睡着啊？可能是吃的太撑了，你怎么也没睡着啊？我刚刚睡着了，又醒了。快睡吧。我与凤瑶娘子的婚事不过是一场误会，你赶紧去找她说清楚，不然我只能亲自去跟她澄清了。这让我怎么说呀？
君，怎么样？莫喜娘子那边有什么新的动静？还是整日跟万将军在一起。继续盯着他们。郎君，这跟我们的大计有什么关系？相爷还等着您回去呢。我让你去办什么就去办什么，我的事，什么时候轮到你来智慧？属下不敢。不行，此事我还得禀报相爷才是。岂有此理！又怎么了？是武英这小子，为了万家贵的女人，竟然留在青州不走了。我真是白养他了。稍安勿躁，这也不一定是什么坏事嘛。侯爷有何高见呀？如今铁矿图下落不明，我们虽把龙湘军调去庆州，暂时阻止了别人的觊觎，但龙湘军毕竟不是自己人呐，所以我们还得有人在里边运筹帷幄。您的意思是说，让吴营？侯爷，这小子现在为情所困，难当大任呐。年轻人血气方刚，最容易为儿女私情不顾一切的。你要想让他死心塌地为你办事，该成全的时候就要成全。我觉得吴银可堪大用。可我们不能为了他和龙湘军正面冲突啊！我们要帮人，还要自己出马。喝茶。谢侯爷。莫喜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特意在这等你的。等我干什么呀？我们出去吃吧，我请客。行，那我换身衣服。别换了，走吧。这么着急啊？二位客官请用茶，请问吃点什么？就你们这的拿手菜吧。哎，好嘞。这风雅颂酒楼，我一早便听说过，是庆州最好的酒楼。我们哪有钱在这里吃饭啊？是我帮了朋友一个小忙，他请我们的。既然换不成钱，咱们就多吃点。原来是借花献佛啊！你快从实招来，你那个朋友是不是一位才貌仙郎？好啊你这完全就是不打自招了。你快说说是谁啊？之前便想来拜会白先生，却一直不得空，都有得罪，还望见谅。你怎么来了？自然是来看望白先生。你胡说什么呢？介意不说话。你可收敛些，哪有对自己的救命恩人如此态度的？你胡说什么？发什么疯？再说了，你不是回荆州城了吗？本是回荆州城了，不过你那小情郎要回庆州将功补过，我便也回来了。什么情郎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别装了，你那盏水晶灯的来历我已经查得清清楚楚。你这次回来，就是为了万家贵？正是，不过也是奉吴相之命，来看望看望白凤瑶娘子。真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，你们究竟想要做什么？相爷说了，这次我顺道而来，看看白家和万家这对苦命鸳鸯究竟何时成婚。若是姓万的那小子反悔了，我吴家愿不计前嫌迎白凤瑶娘子过门。难道你们吴家还在惦记着凤瑶？那便要看万将军他娶不娶了。你们这帮混蛋！过奖过奖，吴相他老人家一向是雁过拔毛，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白凤瑶受到谁的告密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本是死无对证之事，可没想到那姓万的小子竟然活着回来了。他若是反悔，
那白凤瑶也只能乖乖的加入我们吴家了。此等蝇营狗苟之事，我也不乐意做。不过在吴家，这摊脏活一向归我管，我也推脱不了。莫喜，怎么了？白先生好。你到底是？在下荆州吴家行七，唤我吴七郎便是。荆州城吴家？那吴相正是在下族伯。既然你是吴家的人，那请便吧。白先生，莫喜送客。看来白先生对我多有误会，那今日，在下便先行告辞。莫喜，你要跟我提的那个朋友，便是吴家那小子。不是的，凤瑶，你听我说，你喜欢谁，看上谁，我都乐见其成，但唯独是吴家，他们都是衣冠禽兽，你怎么可以？我，来，洗点肉。你怎么了？到底怎么了？跟凤瑶吵架了？比这还严重，他直接不理我了。你跟他说了？你当初明明是为了救他才撒谎设局的，如今怎能都怪你呢？你搞错了，是因为他以为我跟那吴家郎君有来往，这才对我不理不睬的。岂有此理！简直没有王法了。这个吴银不过是吴家的一个庶子罢了，竟敢如此威胁强娶。可他说的也没错呀，我找人问过了，按照金国律法，吴家确实向白家下了聘，所以这桩亲事是成立的。只因为你的遗书认下了凤瑶是魏王人，这才不了了之。如果你现在要取消这门亲事，那依照律法，吴家确实可以凭借下聘之时，要求成了这门亲事的。这天下不是他吴朗能一手遮天的。待我修书一封，向楚将军禀明此事。将军，您家中的老爷和老夫人来了。夫人，你当心台阶。哎呀，到了到了，二老请。儿啊，儿子，哎呦，儿子，哎呀，来了儿子来了。父亲，母亲，我有军务在身，驻守在此，你们为何赶来见我，还带着这么多东西？我们呐，听闻你驻守这庆州，我们就因团聚不易，故我们来寻你的。再说，正好儿媳妇在这儿教书，一家人在这儿团聚，这是缘分的。是啊，儿媳妇一个弱女子漂泊在外，我们真的很是担心的。正好你潜在此处，这不是老天的安排吗？没过门呢，便叫上儿媳了，这不太妥吧？哎，你这孩子怎么这么说话的呀？啊，哎，当初谁留下遗言说的？此生只爱白氏凤瑶一人，只是不想连累她。哦，还说什么身后抚恤，要一如你的魏王人。现如今你好好活着，却如此怠慢人家，这不是出尔反尔吗？是啊。哎，先前是因为族人闹事，怕将债主引来，所以不许我们把他接入家门，耽搁了时间。然后我们再去找他的时候啊，他已经把宅子卖了，就来了庆州了。是我们先对不起人家的。对呀，是我们对不起人家，对不起人家。所以啊，等他气消了，你去把他找回来，这样我们一家人就可以团聚了。阿娘，您这事儿，这也太急切了吧？阿娘是叫你吓怕了，所以我现在决定，趁儿媳妇儿还有你都在的时候，
赶紧给我圆房，好让我尽快抱上大胖孙子。罢了，我先去找凤阳娘子谈谈吧。温家贵，你喜欢的人是我，为什么不跟你阿娘说清楚？家贵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你还不清楚吗？你儿子喜欢的人是我，不是凤瑶。别乱点鸳鸯谱了，这样会害了他的一生的。哎，夫人，阿娘，夫人，阿娘，我说这话错了吗？好，莫喜，阿娘。错了。第一，你这样做会吓到老人家；第二，你会让他们觉得你没有教养，不喜欢你；第三，你要给万家贵一些时间，让他去解决，而不是逼他，知道了吗？行了行了，赶紧把东西放屋里去。快！老爷、夫人，这边请。夫人走。哎呀，那边花海特别好看，下次我们一起去啊。好啊，那什么时候有时间我们一起出去玩吧？那我们就找个天气好的时候吧。先生再会。白先生，门口有人找你。找我？我在这庆州举目无亲的，怎么会有人找我？不知道，不过看那个马车是个有来头的。多谢陆先生。不知道啊，他来找谁的？好英俊。你来了，凤阳娘子，许久不见了。是我还活着。上苍必有我国名臣良将，是我巾帼的福气。凤阳娘子言重了。过午若是有空闲，能否到寒舍一叙？好，未时一刻如何？那到时我让亲随来接你。莫喜，你过来帮我看看，我一会儿穿这件可好？一会儿你去对街的成衣店买一件吧，那儿的料子好，款式也是实心的。算了，既然已经家境破落了，倒也不必靠这些硬撑门面。而且我们所剩的积蓄也不多了，不要浪费。这件衣服挺好的，显得素净，倒是有几分先生的样子。一会儿你要去见人？是啊。凤瑶，你这么好，什么样的男人能娶到你啊？那得修了3辈子的福气吧？你倒也不必说得如此的玄乎。在外人看来，我不过是一个家境落败、身无余财的人，现在还有些古板无趣，我简直是一无是处。别这么说自己，我要是男人，我第一个娶你。虽然我又懒又馋，但我这辈子可赖定你了。像你这般又懒又馋的男子，我自然是不能要的。你呀，永远是我最重要的妹妹。怎么了？我总觉得一会儿要见面不一定是好事。莫喜，我也不瞒着你，万家贵他没有死，
我一会儿要见的便是他，我名义上的夫君。死而复生是好事儿。是啊，但是我刚才见面只顾着激动去了，现在想来，他对我的感觉好像礼数有余，亲近不足，所以心中觉得有些不安。也不知道万家贵会跟他怎么说。别胡思乱想了。谁啊？是我是万将军身边的小江。糟了，我衣服还没换呢。你怎么进的女学啊？哦，门房见我是龙香君，便放行了。将军让我提前过来通知二位娘子。老爷和老夫人听闻莫喜娘子也在，请您也一同前往。快收拾吧。嗯。你看这画怎么样？真不错啊，这个笔锋好棒啊！哇，白先生和他妹妹简直是一对并蒂莲，真想将这一幕画下来。是啊，太漂亮了。莫姐姐，莫姐姐，真是春兰秋菊各擅胜场。要出去会客吗？啊，京城来了位老朋友。平日里也要这么穿才好。姐妹俩平日不爱打扮，略施粉黛，就成了青州女学最好看的景致。莫姐姐过奖了。虽说我跟我姐姐是那个什么天生丽质，但是每人天天见也不好，像这样偶尔见一回，才会让人眼前一亮，是不是？你少贫嘴，人家莫姐姐本身就是位美人，还稀罕看你不成？莫姐姐，时辰不早了，我们先走了。快去吧。走啦。这姐妹俩感情要这般一直好下去才好。我阿爹阿娘听说你们要来，高兴得紧，收拾了一堆土产，非要你们带回去。他们性子便是这般，失礼之处千万勿怪。怎么会呢？父亲母亲，伯父伯母生性豪爽，不讲究繁文缛节，相处起来很是松快。那便好。家母也很喜欢莫喜娘子，说她生来侠义心肠，白家落难之时，是她不遗余力来我家奔走，这才通过家父家母联络上龙香君那边。原来是你一直在暗中送信。我说朝廷怎么会那么快知道我的事情？楚将军又怎么会来得那么及时？莫喜，在这世上，你就是我最亲近、最好的妹妹。老爷，好吃吧？这庆州的葡萄还真不错，你尝一个。甜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来来来，凤瑶快过来，到我这边来坐着。来，快来。哎呦，这白家真会调养小娘子啊，个个像水葱般的水灵。莫喜啊，我这次来没带什么礼，给你备了些衣裳，还有饰品，你去挑一些呗。多谢伯母。莫喜娘子，请跟我来。哎呀，
这个是空心的，金子看着大，其实还不到2两。你们家这么小气的，送簪子还送空心的？这个里边可以放香粉，可以让你的发髻没有油脂气味。你若是有什么秘密信件，也可以放在里面。我本来就是土包子一个，什么都不懂，簪子也不会看，比不上凤瑶是大家闺秀。怎么好大的酸味啊？怎么突然吃起醋了？吃你个鬼醋！你阿娘既然想找凤瑶说贴心话，那干嘛还找我来碍眼？我阿娘夸你，说你为姐妹奔走，很是仁义，对你很有好感。但今天叫你来的人是我。我不想瞒下去了，索性都到齐了，跟大家说个清楚。你疯了吗？凤瑶要是知道真相的话，她会受不了的。再说了，她对你一见钟情，又为你守节那么久，一时诓骗她，才是对她最大的伤害。那吴郎怎么办？如果你要是退婚的话，吴家一定会强娶的。他们家可是下过聘的，难道真要让凤瑶嫁给那个痴呆儿？我还有一个法子。什么法子？让凤瑶暂时遁入道门，成为女官。什么？你让凤瑶去做女道士？这太荒谬了。一点也不荒谬。我巾帼贵女，若是婚姻不顺或闯下祸事，未避风头，都是成为几年女官然后还俗的。女官清贵，可在道门博览群书，也不用剃度如素，很适合凤瑶温柔的性子。大人，莫喜娘子，到晚餐的时辰了，夫人请你们过去。这刚从山上摘下来，特别鲜美，来尝尝。这个好吃。您多吃点儿啊！您多吃点儿。好。莫喜。哎呦，咱们家的郎君长大了，知道心疼媳妇儿了。我年纪大了，有些刻画不动，这个肉别给我了，给他们吧。哎呀，想要怜香惜玉呢，连小娘子喜欢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呀，还该再多练练。多练练，多练练啊！父亲，母亲，凤阳娘子，我有事要宣布。莫喜，才是我真正要娶的人。是啊，爹娘，你们都搞错了，我才是你们的儿媳妇。这个人好，这个人好，太好了！哎，行，哎呀，这个人好，哎呀，凤瑶，莫喜，虽然这是个美丽的误会，但你放心，我跟万家贵一定不会不管你的。大军营里有很多很好的郎君，到时候任你挑。
真的。那就这么说好了，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哎呦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哎呦，真是太好了！好，行，这样好，太好了！老爷、夫人、郎君，外面来了使者，说有圣旨到。多谢圣恩。万将军，接旨吧。都起来吧。恭喜了，万将军，年纪轻轻便得圣上恩典。先有白氏夫人被赐诰命，今又被圣上赐婚，并补上一应婚仪，还昭告天下，真可谓荣耀无比呀！多谢大人。只是，不知赐婚一事为何如此突然？此前也并未听闻。万将军不要多虑，这可是吴相亲自请见的。他说：“您先是收复荆州城有功，后又死战不退。虽说没有取得胜利，但是勇气可嘉。故而向圣上请见，要重重赏你啊！”圣上原本以为吴相对龙香君一脉颇有心结，但他又见吴相主动为您请婚，并且没有再提白凤瑶娘子嫁与自家痴呆儿之事，圣上觉得吴相长进了，知道以大局为重了。这一出将相和，你们演得好啊，圣上可是满意的很呐。那倒是多谢吴相为我美言了。恭喜万小将军，此前出任庆州镇守，还没来得及拜会，如今又蒙圣上赐婚，当真是双喜临门呐！只是不知可曾定下吉日啊？太伯署正在挑日子。这2个月里啊，就有3个吉日，3个吉日，对吧？对，没错，太好了，真是。哎呀，那先恭喜你们了。哎，同喜，谢谢大人。万将军，本官告辞。大人慢走。好。将军，莫喜怎么样？莫喜娘子她将您送去的东西都给扔了。是你搞的鬼！万将军与令姐先前便有婚约在身，圣上还特地下过诰命。如今他安然无恙，自然是要再续前缘的。那不过是个误会，他平安归来后自会解决的。是谁在朝廷那边捣鬼，让圣上这么快就下旨赐婚？这事儿除了你们吴家，恐怕没人能办得到。没想到啊，天不怕，地不怕的莫喜娘子，也有如此气急败坏的时候。看来，那姓万的才是你的软肋。你们吴家究竟想怎样？从没有人可以将吴相玩弄于股掌之中，更没有人
得罪了吴家，还能全身而退。这是吴朗的报复，还是你的主意？你觉得呢？这个圣上啊，真是体恤将士啊！这么快就下旨赐婚了哦，连嫁妆都恩赐了啊！可见啊，这嘉贵是为我们万家光宗耀祖。可见呐，人凤瑶是个有福之人。有福？是啊，他跟嘉贵定亲，嘉贵就平安无事回来了。现如今又加官进爵的，可见这儿媳是旺咱们家的。旺！我说老爷怎么像小狗？莫喜，你怎么了？喉咙又不舒服了？我听闻先前有人将饭呛入肺腑，你可千万要当心啊！喝口水。我没事。哎呀，你们这姐妹俩也真是不容易啊！千里迢迢来到这庆州女学做教书先生，举目无亲的。哎，我听说那个女学馆啊，闹过刺客，着过火的，近期甚是混乱。要不你们搬过来住，吃穿上也可以有个照应啊。那怎么成？那有什么不成的？虽说侍女住在这未来夫家，这个与理不合哈。不过我们也是客居庆州啊，这并不是正经万家的老宅，是不是老爷？是，对。所以啊，我看你们先搬过来住，等到行礼的时候，你们再迁回那个女学馆，让迎亲的队伍在外面绕一大圈子。哎，这可是有老吏在的。对不对，老爷？对，对。凤瑶，这你刚到这个宅子，还没四处去看看。贾贵，带着凤瑶到园子里面四处瞧瞧去。去呀，快去呀！去吧。莫喜，你留着吧啊！我有个老婆子粗通医理，让她帮你看看喉咙，别真的受了伤落下什么病根儿。不用了，多谢伯母。没事就好啊。哎，你替我跟你姐姐说说，她性子好强。你让他早点搬过来，这样你也可以早点一起搬过来住啊！咱们万家好久没有这么热闹了，是不是老爷？好久没有这般热闹了。是。这不是被钦点的新郎官吗？来看娘子啊！莫喜，凤瑶在看书，我帮你叫她下来。我要找的人是你。过不了多久就要叫你一声姐夫了，还是避嫌的好。我知道赐婚这事儿也不能全怪你。算了，来找我到底什么事儿？我希望你们姐妹能搬去我宅子里面住。你阿娘劝完了，你来劝，是迫不及待要跟凤瑶朝夕相伴了吗？你明知道我心里那人是谁。凤瑶娘子秀外慧中，将来必定是个贤妻良母。可这世上的爱曾偏偏不讲道理。我只记得，当
当初我昏迷时，醒来第一眼见到的小恶女，小骗子。我叫你们姐妹搬去，一是怕女血管再出事，二是对你们有个照顾。我每日会让人接送凤瑶来女血馆，你便好好待在家里，这样可保万无一失。家？是你家，还是你跟凤瑶的家？我们的家，我们俩的家。这桩婚事因为是御赐，所以一时不好推脱。不过我军务繁忙，也不能立时完婚。天无绝人之路，总会有办法的。你再相信我一次，好不好？好，那你就不怕抗旨吗？为了你，抗旨算什么？走，跟我一起走。龙香军左郎将万家贵，忤逆圣意，违背赐婚，抗旨不遵，擅离职守，畏罪潜逃，其罪弥天，故满门抄斩，以儆效尤。哎呀，这违背赐婚还落下个满门抄斩，你说这值不值啊？这太不值了，大好前程全毁了。没事吧？让我亲一亲。你是在怪我吗？我没有。你明明就有。虽然是你自己做的决定，但我才是始作俑者。买坚果啦！好吃的坚果，给我也来一份吧。看看坚果吧，谢谢老板。啊，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有。没有。有没有见过这个人？没有。你见过这个人没有？没有。别过了，这个人见过没有？没有。这个人见过吗？没有。快走。这个人见过吗？你见过吗？没见过。站住！见过这个人没有？没有。你见过这个人没有？没见过。哎，走。万家贵，起来干活了。我喝完这一壶再干。你过来。官兵来了，我们真的要走了。不走了。老铁，见过吗？不走了。我走不动了。没见过。莫喜，当初要是咱俩没为爱情抛弃一切，今天也不会落得如此下场。要是重来一遍，我一定不会跟你走。我要跟我的父亲、母亲还有凤瑶一起好好的活着，好好的生活。我一直都相信你，可我不相信的是我自己的命。
我的命数不好，不管什么好东西都配不上，都会出岔子。放心吧，我会劝说凤瑶搬家的，不会坏你的大事。别跟着我。怎么了？是不是喉咙还难受？万家伯母担心我们住在女学馆不安全，我觉得她说的不无道理。要不我们搬过去住吧？是他让你来游说我的。是啊，未来婆母这般疼你，你果然是好福气。伯母都亲自让我来说了，你到底意下如何？哪有还没有成亲就住到夫家去的？万家伯母说了，那宅子算是客居，所以也不算失了规矩。再说了，规矩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这事还是要看你怎么想。万家那宅子呢，离女学馆有点远，我每天去教课不太方便。万家说了，每天会派马车来接送的。其实我现在在这女学馆住的已经很习惯了，突然搬走反而不方便了。而且那边也没有这些姐妹，也没有莫姐姐，晚上一定会寂寞的。这可不是理由，你每日来教课的时候也能看到莫姐姐她们。所以你到底在顾虑什么？咱们不是有自己住的地方吗？干嘛非得住在别人家去啊？这也叫有地方住啊？怎么？你现在嫌这里破了？当初是谁说只要有个地方住，天涯海角都跟我走的？你们读书人不是常说一句话吗？此一时彼一时。再说了，我当初答应跟你走，也是希望以后这光景越过越好的。你看看人家那厅堂，再看看我们这小破房子，那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还有，你看我脚上的冻疮。本来都快好了，这一过了春寒又犯了。你的手脚热乎，你不在乎，但我年年都生冻疮，再这样下去，我脚都要烂了。你看看我每天吃的菜，一点油水都没有。我在这学馆没有一日是吃得饱的。还有，在这学馆洗个澡多麻烦呀！你不嫌脏，我还嫌脏呢。我还以为你在这女学馆里面吃住上课呢，我以为你自己能照顾好自己。都是我太蠢了，我没发觉，我对不住你。我去女学馆看一看。还是这么好骗。我不想搬到万家去，就是为了保存白家的体面，不想被万家人看轻。虽然说在外人看来，白家早已经家破人亡，
但我总觉得，只要你我还在，白家的体面就可以得到延续。你呀，就是被你娘教坏了。也许吧。阿娘从小就教导我，白家世代簪缨，诗礼传家，一举一动都要彰显白家人的气派和体面。我总觉得，气派不是必须的，但体面还是要有。你果然是天生的白家嫡女，不像我，也惯了，不管见到什么好处，只想占着拿着，从来没想过什么气派体面。我喜。之前真是白家对不住你，但我总是觉得，你这个潇洒肆意的性格真的挺好的。我就是太古板了，但我这个性子也没法改。我还不知道你吗？虽然看似温柔，但其实决定的事情9头牛都拉不回来。既然你不想搬走，我们就不走了。明天我就去回绝万家。我已经想好了，明天我们就搬去万家，好不好？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些，都是我先前想的，但我现在已经想通了。这个世上最重要的就是人，只要人还在，什么事情都可以从长计议。我虽然想守着白家的体面，不想依附于万家，但我如果说为了这点体面，让你跟着我在这外头受苦，那我这体面跟风骨也太可笑了。风瑶，你对我真好。傻莫喜，这世上相依为命的只有我们2个人了。我不对你好，对谁好去？那如果有一天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你会原谅我吗？莫喜，算了算了，回去了，这好冷。父亲、母亲、凤瑶娘子，我有事要宣布。莫喜才是我真正要娶的人。那你就不怕抗旨吗？为了你，抗旨算什么？要是重来一遍，我要跟我的父亲、母亲，还有凤瑶一起好好的活着。我还真没想到你会跟这么一位地位显赫的少年将军有婚约。他不仅平安回来，还主动到青州来找你，还要以一场盛大的婚仪来迎娶你。我还听说这位万将军还俊美无比。凤瑶，这是你的福气，要好好珍惜。这是什么呀？看起来怪沉的。那是莫喜的宝贝，谁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。他一路从荆州城带过来的，小心翼翼地护着，连饭都吃不上了，也舍不得当掉它。我一身喧哗，你却笑有春风。送给你。
惹的那桃花开得汹涌。当我一如烟，而你却恰好提着灯，一愣，我们住进了那彼此的瞳孔。我心有灵犀，苦酒也变得甜。若真情流入人间，陪你疯癫，与两人共痴狂。看不惯又何妨，愿化作一吻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接你们的。哦，好。那就劳烦莫姐姐了，这些就放这儿。这些我来就可以了。红豆墨正岁月香，余生无恙。莫姐姐，保重。嗯。莫喜，走了。莫喜，快！为人师长，以传道授业，培养人才为己任，要护我一直，继续做一个品格高洁、问心无愧的好先生。锦云，我答应你。山长，进来。回山长的话，新来的先生到了。可以安排在蓝字号房吗？当然，房子本来就是给人住的。是。等等，新来的先生来之前，把墙上的字儿擦了。为什么？对于死者，最好的礼物就是遗忘。是。我会把这个山长当得比谁都好。锦云，你信吗？对了，嘉贵呀，你平日忙于军务，今日索性不要去军营了，带他们出去逛逛吧，给这对小娘子买点东西。别说凤瑶了，莫喜也是，瞧瞧他们俩穿的，着实让人心疼啊。对了，到时候不管是戏台也好，酒楼也罢，你们想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这庆州啊，可热闹了。
你说是吧？啥？这可热闹了。对，热闹，热闹。哎呀，哎，贾贵。啊，知道了，母亲。我来吧。我来吧。娘子，给我吧。没事儿，我来吧。我帮你。不用。莫喜，当心。这里我来就行，二位妹妹下去吧。回凤瑶娘子，今后我们俩便在这院子里伺候您和莫喜娘子了。是啊，莫喜娘子的房间在您隔壁，我俩住在后面的房里。二位娘子一喊我们就过来了。我们可以照顾好自己，就不劳烦二位了。老爷和夫人可说了，两位娘子若是不收我们，那我们就只好去伙房劈柴了。你们两个嘴倒是伶俐，那既然盛情难却，你们便留下吧。那奴婢们先告退了。看来先前真是我多虑了，万家对这门亲事还是很有诚意的。万家的父母也很仁厚，万将军也值得托付终身。一会儿你们要上街，我就不去了吧？这是为何？你们未婚夫妻，我插在中间干嘛？那你要是不去，我便也不去了。莫喜，万将军，莫喜不知怎么的，突然不肯去了。他平日里向来直率，从未像今天这般将心事闷在心里不说。万将军，请你稍后一会儿，我去看看莫喜。莫喜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先前你不是总说在女学待着太闷了，想上街逛逛，怎么突然又不去了？你跟万家贵在一起，我在中间杵着算怎么回事儿？也就是大家一起上街闲逛，买些衣料、吃食、小玩意儿什么的，而且让你去也是万夫人的意思，你也听见了的。你该不会是吃醋了？你呀，就是喜欢吃醋。你觉得呢？姓万的将我拐跑了，以后我们二人同出同入，便无暇顾及你了，所以耍起小性子来了，对吗？我们姐妹俩一起生活了这么久，我突然要出嫁，你耍些小脾气也是正常的。你放心吧，我们是不会分开的。我先前便与万家二老说过了，我要嫁过来，也一定会将你一起带来。
他们答应了的。走吧，走吧，今后大家都是要一起生活的。你与那万将军也不相熟，毫不熟识，也不讲话，相处起来多别扭啊！上街也要打扮得干净整齐。我去拿我的梳妆盒过来。这是一间书肆吗？诸位，你们的客人实在是太多了，现在只能出来一位，再进去一位。诸位在门口稍等，请多包涵啊！万将军，再进去一位。我想进这书肆逛逛，但现在这么多人，定要耗费不少时间。你可以先带莫喜去前面的绸缎庄逛逛吗？那我让小江在这儿候着，我跟莫喜先到前面看看。嗯，莫喜，若是有什么上好的布料，帮我带一份便是。嗯。哦，万将军，莫喜他有些孩子气，还希望您海涵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照顾莫喜的。嗯。娘子，可以进去了，里面请。一会儿到了绸缎庄，挑几个自己喜欢的。要做衣服，那是给我做，还是给你的凤瑶娘子做？我只是被顺带捎上的。专为你顺带捎上她的份儿。可是，在外人眼里，被顺带捎上的那个人是我。我知道你对这桩婚事很是恼火，但既然有人从中作梗，让圣上赐婚，那一时半会儿就解决不了。你给我点时间好不好？我知道是我无理取闹，而且这件事一开始也是我扯谎闹出来的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怪你，但我就是控制不住。我现在这个样子是不是很丑，很讨人厌？才没有呢，像个俊俏可爱的小馒头似的。那一会儿做了新衣服，我会更俊俏的。人靠衣裳马靠鞍，穿好了肯定比你穿灰袄裙强。比如，你今天就很俊俏。那我这么好看，你以后不能不娶我。我心里的人是谁，你该清楚。我什么都可以让给凤瑶，唯独你，我绝对不让。好不好看？好看。等我嫁你那一日，会更好看。你呀，莫西，凤瑶，凤瑶，向走，小江追。是。凤瑶受伤了，赶紧找大夫。
这位娘子的血已经止住了，身子也无大碍，只是失血过多，需要多吃些补血的药材和食物。老朽这边开方子，你们照做便是。有劳大夫了啊！哎呦，凤瑶啊，你这孩子真是心疼死我了呀！今日要不是你，咱们家贵他就……哎呦，我们万家欠你一条命，你是我们万家的大恩人。伯母，你不要担心，我就是今日看见歹人上前行凶，便自然地上前阻止了。这不算什么。你之前不是叫我母亲的吗？怎么今日如此生分啊？再过几日你们两个就要行礼了，你何必改口叫什么伯父伯母的？乖，叫我一声母亲，我听着好暖。对了，哎呀，这个是我们万家祖传的，传给长媳的。我今日就将它给了你，你呀，千万不能拒绝我。母亲，凤瑶身子还需休养，您不必如此着急吧？这镯子是我给儿媳妇的，关你什么事啊？嘉贵呀，你这傻孩子，你得记得，你今日这条命就是凤瑶救回来的。快，凤瑶啊，嘉贵是我们万家的独子，把她交给你，我们放心。你是我们万家唯一认定的儿媳妇。这小子要是以后有了外心或者纳了妾什么的，就算老天爷容他，我们做父母的也绝饶不了他。听见没？莫喜，这药是给凤瑶的。补气养血的，伯母亲手熬的，让我端回去给她。我阿娘这回确实感激凤瑶替我挺身挡剑。是啊，凤瑶一心为你，这么凶险的时刻都可以毫不犹豫地向前。但若换作是我，我也可以。莫喜，那刺客原本是冲你来的，你可一定要小心点。长痛不如短痛，这事越拖越棘手。上楚魏将军首起，属下与白氏凤瑶虽幼弟婚约，但未行6礼之仪，父母也已代为退婚。将军，有紧急军报。魏州、瑶州、秀州果然有异动，陈文德那边更是蓄势待发，似乎要有大动作。日前的刺客，可能跟他们有关。将军，现在各方势力都对庆州虎视眈眈，一旦来犯，敌众我寡，我等很难取胜。不知朝廷那边可有援兵？明日我便去拜访庆州刺史，让他上书朝廷请求援兵。传我将令，全军戒备，日夜值守都需双岗。另外，再向陈文德那边派去斥候。我要掌握他所有动向。是。
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郎君，万家贵是朝廷命官，您怎么可以为了一己之私刺杀他呢？这要是传出去，会给相爷惹麻烦的。他不是没死吗？那您之后切不可如此莽撞行事。那可不一定。你要是想告诉相爷，就尽管去说。不过这荆州到庆州，山高路远，恐怕他想管我，也是鞭长莫及。郎君，刺史大人稀客，不知此时来找我，所谓何事？下官上任之前，丞相就曾吩咐过，庆州之地如遇大事，可与郎君商议。哦，请讲。万将军上书，臣闻得军队不日即将攻打庆州，请求朝廷增援。好，便按他说的上表。不过军队来了之后，不必进城，等我指令。这是为何呀？那陈文德得了铁矿地图，全天下只有他知道铁矿的位置。要想他将这个秘密吐出来，就须得先让他占领青州。待他松懈之时，我们再大军压境，不仅可以得到铁矿，还可将这反贼一举歼灭。刺史大人，你要立大功了。郎君真是高明啊！可是如此一来，万将军的安危……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正所谓一将功成万骨枯。他区区万家贵，能和圣上的千秋大业相比吗？啊，下官明白了，下官这就去办。原来郎君早就运筹帷幄，是我多虑了。你们俩从此刻开始，暗中保护莫喜娘子。一旦战争爆发，须得保证她的安全。若有任何差池，唯你们是问。是。莫喜啊莫喜，我要你看看，我和万家贵究竟谁才是真正的英雄。这个呀，是我们万家祖传的，传给长媳的。家贵呀，是我们万家的独子，把它交给你，我们放心。你是我们万家唯一认定的儿媳妇儿。唯一认定的儿媳。莫喜娘子，怎么了？绸缎庄派人送来衣料致歉，还说上回没有替两位娘子量好衣裳，希望能补上。让他过来吧。是。哎，等一下。算了，我还是自己去一趟吧，散散心也好。我自己去就行，你不用跟着。可是将军是……你家将军忙着呢，没空管我。上次真是让您受惊了。您放心，您府上需要的衣裳，我们一定抓紧赶制，送到您府上。您千万替我们说说好话呀。行了行了，知道了。是你？这。几日不见，怎么变得如此凶悍呢？你又来做什么？
那些不听朝廷使唤的刺史们蠢蠢欲动，我不能让庆州铁矿落入他们的手中。你要出兵攻打庆州？你最近是住在万家贵家里？嗯。听说白凤瑶要嫁给万家贵了，那这么算来，万将军可是你的姐夫了。前日万家贵被刺，是你的人做的吗？万家贵被人行刺了。那不是最好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敢碰他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这堂姐还没过门，先护上堂姐夫了。我看你这脸色不好，怎么？是在万家吃的不习惯？与你何干？哟，哎呀，这有了将军姐夫，都敢这么跟我说话了。你得明白，最近不要乱跑，乱去瞎凑热闹，乖乖等我来接你。还有，万家呢，可以住，毕竟那儿安全，但是不能跟万家贵走得太近。他留守的庆州，现在是众矢之的，你别遭了池鱼之殃。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这会刚做，新鲜着呢，你看。过来。莫喜，你一个人出门怎么不带护卫？怎么了？真有人要攻打庆州了吗？暂时还没动手，不过各方势力已经开始重兵集结，大军压境时不远矣。此事机密，不要跟别人说，以免引起慌乱。将军，莫喜小娘子，老爷夫人有急事，请你们过去。父亲，母亲。凤瑶，你怎么起来了？家贵啊，我听说这几天庆州地界不太平啊，这是不是局势又要变了？庆州这地方本来就不安稳啊！你们两位原就不该来，我让护卫赶紧送你们回去吧。啊，把我们你说什么呢你？那可是我们家的独苗，你在这么危险的地方当值，你说我们能安心离开吗？我们能安心吗？你这小子真是不孝啊！先前传来噩耗，害得我们做父母的肝肠寸断的，以为白发人要送黑发人了。你现在又要去九死一生吗？母亲，也未必会到这种地步。你少花言巧语来骗我们，来糊弄我们！我告诉你，我早就知道了，那个陈文德是要来攻打庆州了，怎么办好？你说怎么办好啊？孩儿自不会让他得逞。那是个亡命之徒，你要是有个算长两短的，我们万家绝后了，该怎么办呀？哎呀，母亲，您到底想要如何？择日不如撞日。我决定了，今天你就跟凤瑶成婚。
这作坊不错。待拿下庆州，挖出铁矿，我们就可以在此炼铁铸造兵器。拨乱反正，指日可待啊！好家伙，真齐！将军，我们的精锐已经成功潜入庆州城内。你瞧，挺好，甚好。这庆州城看似牢不可破，实则外强中干。换了镇守，这姓万的没多少经验。拿下这城不难，难的是不要伤到无辜的百姓，还要尽量减少将士们的伤亡。是。其他几家的使者正在我们营地里等着见您呢。我知道您惦记着莫喜娘子，可如今时间紧，我们还是先赶紧回去吧。我家小娘子古灵精怪的，又住在万家，没什么大碍。啊，对了，不过我破城的时候还是要小心些，别伤着她，毕竟她也是无辜百姓啊。是。好啊，好，马上成亲，这怎么成？哪有这么匆忙成婚的？你不答应是吗？你看到没？这是我从老宅子带来的穿肠散。你要是不答应，我告诉你，我立马喝了它，我就死了算了，我死了算了，我就母亲，夫人，你不能喝，你先放下，还是让我先喝吧。夫人，母亲，你何苦这样迫孩儿呢？那你到底成不成亲啊？